长枪吹别，孙乐领军出城，剑下断绝。曹操水军10万，铁索连舟，雾气歼灭，风向未定，一场胜败尚未交锋，已在天象之中。剑舞地吹，水天不分，鼓声在远处试探。想问题，桥在夜里，船影浮动，灯火微明，整条江屏住了呼吸。可亮，推舟受命，3日之前10万皆成。风未来，云先到，敌营的眼睛在雾中张望，战鼓未响，剑已上弦，恐惧比命令更快。他不退兵，不动火，致命曹纯，列阵将息。雾是天给的幕，风是未说出口的令，我不必催促时间自会到来。你们看见的是敌船，我看见的是人心的方向。一者必射，射者必败。早已站在剧中，若天下皆争锋，那我只需等一阵风。此时杀人掌风，剑雨破雾，声声入目，不是杀伐，而是交付。睦州地震，曹人满身夜色，体力是收下了重量。这一刻不必挥剑，不必见血，万箭离弦，却无一箭为我而生。水面之上，答案浮现。走过，我不身在兵，也不身在勇，只身在看见你会如何选择。剑满草船，风定赤壁，未动一兵，先夺10万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人性；这不是神话，而是判断。就盼两字孔明，赤壁之前，借剑于地，此也未决天下。他的智谋却让战争转向另一条路。是不是多言，谋不是多算，是在迷雾之中，仍然知道谁会先动手。东风未起，胜负已定，历史在一夜之间改写方向。说起赤壁之战，记得火也记得风，却更记得那一夜万箭齐发，只射向自己的恐惧。曹船借箭之后，诸葛亮不只是一位谋士的名字，而是在烟雾